用手機錄視頻的時候啊，就需要一個支架，像這種支架，那種落地的第一視角的開箱視頻的時候，比方說我要開一個東西，錄的時候，它總是有一個角，因為你這個支架支在你的前面嘛，有些時候你打燈，角度也是很難受。今天啊，這種第一視角又不需要你後期的剪輯，一次就把它搞定。我手裡的這一款斯吉克磁吸掛脖支架，以後呢在拍的时候想看到这个视角，大家看的时候就更完美了。现在我采用的是一个落地式的支架，它很不方便啊，因为落在桌子上会露出它的支架嘛，所以就放在地上了。牛皮紙包裝环保，这一点值得表揚。给我们附带了磁吸的这个小貼，我不知道有啊，我甚至還單獨購買了這個小貼，一本使用說明書教我們如何的去使用。看一下產品的本體，每一步都是超乎我想象，我以為它是一個很硬的掛在脖子上，它這是軟結構的，它是可以插拔的，下方小帶是可以拆下來的，看到沒？它你用得上這個帶就可以掛上，也是可以調節的。它伸縮，除了可以調節角度以外，它還可以伸縮和拉長。你看，這個東西實際給大家用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可以多角度調節，支持多設備的一個伸縮支架，支持萬向旋轉，有磁吸功能，加上它的伸縮功能。其實可以把它摘下來，我感覺這正確佩戴也是如此啊。它打開再去佩戴，這邊這個帶子你可以勒在身上，如果用不上可以拿下去。這個帶子它是卡扣設計的，這樣像一個背帶，如果你在戶外的情況下怕它掉，你可以把它扎上。它還是伸縮可調的，並且帶彈力，相當於給你加一道防護。這樣哇，這樣就簡單精簡。它是全兼容啊，像手機啊、移動相機都是可以的。其實我們還可以調整角度啊，用後置的情況下，這個畫面我們可以用眼睛去監測它，雙手呢又可以去，比方說你錄開箱或者錄吃播，你可以一邊拿，或者你做飯啊，一邊炒菜、騎行、登山、徒步，記錄整個的遊玩的過程，或者做一些生活記錄 vlog。它除了磁吸以外，它還支持運動相機。我們有運動相機啊，這邊是有運動相機的安裝卡扣的，而且這個角度大家看一下，你可以隨意的這樣調節。如果感覺距離不夠，你還可以給它調節這個伸縮桿。這個伸縮桿除了伸縮以外，它還可以上下移動。在下方這邊是有一個超級大的氣墊，這個氣墊是直接懟在我們這個胸口這塊骨頭上的。它呀是雙槽設計的。如果說我們用相機的時候，你不用這個磁吸，可以疊在下面，沒有必要說非要把它拆下去。這塊上方的磁鐵，它採用的是 N52 超強磁鐵，18顆強力磁鐵，在前方手機磁吸這一塊，這個關節這邊，它可以做到270度的旋轉。下方這一塊，除了上下翻轉以外，它還支持左右旋轉，可以調節左右角度。再有下方這一塊，除了支持360度旋轉以外，還支持伸縮。它是可以做到13厘米和17厘米的切換伸縮桿。下方的3層回彈氣墊，除了減輕壓我們身體的感覺，增強舒適感以外，它還有起到穩定拍攝的作用，使得我們像一些運動場景，天然的它給我們加了一層防抖。不用的時候，你這樣給它折疊起來，把它團成一個小團兒，隨手的放在包裡。這邊的卡扣啊，它是除了插拔以外，上面還有磁吸功能，放上以後會聽到咔嗒一聲。後方墊脖子這邊，它還有做減震的小氣墊。只有239克，機身採用的是 ABS 加硅膠設計。那麼關於這款斯吉克 SS201 手機磁吸掛脖支架，
的開箱加種草我們就到這裡，我们下一期再見。